好，我每一次嚟到呢啲深圳年會啊、成都嘅領袖訓練營啊等等咧，我都覺得係充電，係翻到去咧係好即係好似賦能咗，好似係邊 empower 咗好多。咁呢次最大嘅得着，我總結下咧就係氣氛好好，內容好好，時機啱啱配合到咧，我哋係4、5、6、7、8、9月咧係有呢個嘅獎勵旅遊啦，亦都係4、5、6月啊等等咧，有好多啲叫做跑銀啊、跑董啊。或者係準備做鑽石做董事嘅俱樂部啦。其實公司嘅活動咧，好多人咧覺得哇咁多喎，我有啲壓力喎。但其實咧，其中一個好似叫做湯湯或者叫做晏飛嘅老師咧嘅分享話，其實所有嘢咧就係睇你嘅思維模式。其實 the way I see it， 我就叫做 I see， 係你嘅 awareness， 你嘅認知。你覺得好好，咁佢可能就會 become 好好，係你內邊嘅諗法、內邊嘅天氣咧，係令到嗰件事好唔好。但佢話你一定咧唔好睇，淨係一種精油啊，啲係保健品。呢件事情咧，其實係一件大事情嚟嘅。你睇到公司咧，由年頭到年底咧，佢做咗好多好多嘅項目出嚟咧，其實都係想配合我哋、支援我哋去做一個好好嘅事業 ，so that 我哋能夠咧去協助公司咧去活出公司嗰個 mission。公司嘅 mission 係咩咧？公司嘅 mission 就係話source the best and help the most， 即係揾到最好嘅大地嘅禮物、最好嘅植物，做出最好嘅產品，而家幫到最多嘅人。響而家呢個即係時代嚟講咧，經濟周圍都唔好，咁所以咧好多人咧係即係 looking for 係尋覓追求緊咧一啲好好嘅項目。或者甚至乎一啲好好嘅情緒管理嘅產品啊、健康管理嘅產品啊等等等咧，去協助佢哋活得更自在、更輕鬆。但係談何容易咧？出邊有好多所謂好嘅嘢咧，其實唔係真係咁好嘅啫。咁我自己咧，我係 freelance 啦，我自己咧用doTERRA我15年㗎啦。咁我自己出嚟做銷售啊、做業務啊、做管理啊、做訓練，我做咗超過40年。咁我認為我真係覺得呢間公司佢無論係佢嘅誠信啦、佢嘅文化啦、佢嘅產品啦。佢後邊嘅用心咧，都係最值得大家去考慮嘅。但係唔係真係咁樣嘅話咧，你唔需要完全相信我。你可以探索下，我哋咧唔使成為我哋嘅客人或者會員咧，都能夠睇到晒我哋嘅科學啦，攞到我哋嘅樣板啦，攞到我哋嘅資料啦。如果你覺得佢幫得到你同你屋企人嘅話咧，你揾我啊，我個嘅 WhatsApp 就係94862683，如果係地區字頭就加85294862683，或者你微信 ST-SEVA Saver， 咁你揾到我嘅話咧。無論我哋合唔合作都好啦，我係好樂意可以將相關嘅資料係能夠幫到你身邊嘅人嘅話咧，去揾到你想揾嘅嘢。I help you get what you want。咁我哋能夠合作就係緣分啦。如果唔係嘅話，我仍然係希望咧為你帶嚟一啲價值㗎，好嗎？好，大家係俾啲心機睇下，投資啲時間去睇下，因為對你嚟講咧係可能係你最值得投放嘅心力時間。錢好少嘅啫，但係咧我可以保證呢樣嘢咧。你會得到更多人嘅尊重，更多人嘅愛戴。Thank you so much，拜拜。